而家介紹一下 KMac Synology 嘅操作界面。你見到開機嘅時候，佢面板會係着咗 Default RET 嘅 A 輸出，即係標準嘅輸出。如果你覺得唔夠嘅時候，你可以轉 B， 會加大約 20% 左右，或者你可以都唔夠大，可以轉 C， 再加大 20% 左右。好，或者你要做 CET 嘅淺層啲嘅 Normal 係正常嘅輸出。如果你覺得想再做深層少少嘅，都可以轉做 Deep。最後會係 Bipolar 嘅頭，主要係做面部嘅。好，假設我哋而家做翻 CET Normal， 佢正常 Default 開機會係輸出50嘅，咁你要視乎唔同嘅部位可能會加減嘅。咁你用呢個咧就會係上落一級一級嘅直接上落。如果佢最出嘅兩個位，佢會係10級10級咁上落嘅。好，我哋可以直接開始試下。而家正式示範一下 Synology 嘅使用方法啦。首先喺個 Patient 嘅底部必須要有一塊負極板連接住個 Patient 啦。咁然之後個頭就會輸出一個正極，完成一個 Complete Circuit。咁同時間要喺佢要做嘅位上面咧，一定要落啲 RF cream 先可以令到佢導電嘅。好，而家我正式開始。好，你見到而家個 display 上面有一個 output power， 呢個數字就係真正經過咗我哋 patient 身體嘅能量啦。做嘅時候你聽到聲就有輸出，如果你嫌佢嘈嘅時候，亦都可以閂咗個聲嘅。